全体都要敬拜你，歌颂你，全体要歌颂你的名，全体都要敬拜，全体都要敬拜你，歌颂你，全体要歌颂你的名，全体都要向上欢呼，全体都要向上欢呼，歌颂他名，你荣耀，就在黑夜里，让他的荣耀发明。有能的神，一道真神，没有正确，我的祷告，哪里我生起来，也没有离开，我的全力都要向上欢呼，全力都要向上欢呼，歌颂他名，你荣耀，就在黑夜里，将他的荣耀发明。全能的神，一道真神，没有正确，我的祷告，哪里我生起来，也没有离开，我的全力都要敬拜你，歌颂你，全力要歌颂你的名，全力都要敬拜你，歌颂你，全力要歌颂你的名，全力都要向上欢呼，全力都要向上欢呼，歌颂他名，你荣耀就在黑夜里，将他的荣耀发明。说你的历史一道创造，全能的神一道创造，没有正确，我的祷告，哪里我生起来，也没有离开，我的你都要敬拜你，歌颂你，全力要歌颂你的名，全力都要敬拜你，歌颂你，全力要歌颂你的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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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以美人，不管海洋，哈利路亚，还有一夜有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早上很热，早上一大号，所以现在呢，当然要转移我们的热气，跟我们边上的姐妹弟兄说，耶稣复活是我们应该死了，让我们的他，看到我边上姐妹用眼睛说，耶稣复活是我们应该死的，这一次可以吗？耶稣复活是我们应该死的。要那么壮观，在3没有问题，穿的光明心静自然凉，答案。那个让我们继续用我知道接下来还我们仍然继续要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所以再一次麻烦各位请站立，让我们再一次用前进的心，让我们再一次用
感恩的心，让我们再一次将荣耀放在颂赞的归给这位上主。我们一起来唱波利亚班哈马丢阿哈马多吉达米拉丢。抱歉，为台前那个字里有点小，所以失会的兄弟们可以大声唱，各位会唱一起来，1到3节。用中文来诵读使徒信息告白我的想，我信上帝的情。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人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就马肉。はい、どうし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か。一起
起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恩。今天是你为我们所设立的主耶稣复活的纪念日。主上帝在这个圣日里，求你也顾念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主帮助我们回想初信的时候，我们都蒙了圣父你的恩惠，使我们对你的信心坚定，又使我们的信仰火热。可是主天父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在这条相信的道路上，我们都曾一度退后冷却过。所以天父上帝，求你以你的大能的热，将我们那冰冷的心再次溶解起来，将我们初信的时候所火信心也复活过来，帮助我们内心的火热，就像初信的时候一样，不仅重燃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妻子、孩子，爱我们的朋友，爱社会，主更爱我们的自己，更爱侍奉我们在天上的父上帝。所以天父啊，当我们在复活节的这个时刻祈求您的时候，求您复活我们灵里的生命，求您使我们的教会如火兴旺起来，也使我们回到教会团契，热心来侍奉，热心为来做见证，也热心为来做工，更热心探视姐妹弟兄的灵里面的生命跟生命。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求您，让我们明白您为了救赎在过犯跟罪恶当中的我们，而将自己所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生生不息的爱。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惧怕，不再衡量，不再利用，不再践踏，也不再挑剔。因为天父你的爱为我们走了苦难死亡的道路，因此耶稣基督。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你舍弃了所有的一切；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盼望和救恩就临到我们中间。你们上帝无条件的爱了我们，求您更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无条件的求爱。主，你都知道我们都是好像简陋的瓦器一样的人，我们原本都是一个虚空的人生，好像影子一样，又好像一把尘土一般，随风就可以飘去。可是天父，你将你的宝贝就放在我们中间，给了我们永生的盼望。甚至主，天父，你用你的孩子的血涂抹给第一次不自己所拣选的儿女，主帮助我们都成为你的后嗣。可是亲爱的天父，你真知道我们里面也有贪心，有眼目和肉体的情欲，也有今生的思虑。主，我们有眼泪，我们有伤痛，我们有艰难，甚至我们绝望。主，求你看顾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你有所爱所生的儿女，你所拣选的儿女孩子们。你知道我们在艰难的征战当中所向你发声呼求。主，你知道我们在末世时代的诱惑跟时代当中有得胜不了的软弱，所以一直亲爱的主上帝，求你用你的话语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刚强，甚至保守我们的心，脱离那恶者，使我们的言语、行为、动作、想法、意念都再次成为圣洁。主上帝，求你也再次打开你天上的门，是那些在饥荒里面干渴的人出于的求你。特别在最近，主，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所造的这个地球当中，有许多国家攻击国家，有许多百姓受到战争的迫害，甚至是我们不再产生信任。主上帝帮助我们，任何一个灵魂在你眼里都是那么的宝贵。困苦世上的人真的需要你为他们包裹，为他们疗伤。主帮助我们，因为鲜血染红这个世界，再一次帮助我们用你的爱跟生命，再一次把他们找寻回来，甚至把他们医治起来。你们上帝，求你再一次用你的爱来眺望我们，好让我们可以也像你一样怜悯那些可怜的人，让我们爱我们所看见的灵魂，像你那样用自己的生命去爱，让我们紧紧地仰望你的十字架。因此，天父上帝，今天谢谢你，您差派自己的使女，如此医学教士，主帮助这位姐妹，主帮助这位曾经在我们中间花了很多时间的姐妹，特别在南台湾这一块，用她毕生的生命，用她毕生的所学，用她在从你话语当中所得到这样的一个益处，甚至主，我们恳求你用你的话语释放我们心灵里面的艰难，让我们自由，特别是犹如宣教士的口传递大有能力的话语。天父上帝帮助我们明白，在没有盼望的这个时代，唯有神你的爱才能带领新的盼望。在这个没有满足的时代里面，主，唯有神的话，让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主，我们再次印证你的话语和你自己，除去我们心灵的羞耻，主，我们眼中的污秽，
就脱离群死的生命。主，谢谢你，主，我再一次求你复活的大能复兴我们基于北区的众教会，使众教会因你的大能传福音有能力，使接受你的人也经历复活的新生命。上帝，求你复兴我们，更新我们，用每一个人能遇见复活的主耶稣，也与复活的主耶稣来同行，去经历复兴的大能。谢谢你，天父上帝，听我在面前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嗨，读好的，一起来，好，不要读经。今天早上我要邀请2位同工，Usaha Pulau Lumsden Kaput Demita Saka 在好意我们请明山教会的黄春妹长老，请他用华语来宣读圣经。第二个阶段，我们请七美教会的长老林立生长老来宣读阿门语。今天早晨的圣经记载在新约的路加福音24章1到12节。Itu tu bahawa belum kita pusat atau peminta asyik pada kuapin atau amis asyik tu bangsa sudah ini loka usaha sepat atau bang dari sangka cecai tangkap syak usaha bau usia. Seharusnya kan logo menjadi 黄春妹长老asyik atau kuapin.我们来翻开圣经《路加福音》24章1到12节。星期天天刚亮的时候，那些妇女带所预备的香料到墓地去，他们发现石头已经从墓门前给捅开了，就走进坟墓，却没有看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疑虑不定的时候，突然有2个衣服发光的人站在他们的旁边，他们非常的惊骇，伏在地上。那2个人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在神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要记得他在加利利时向你们说过的话。他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中，钉在十字架上，在第3天复活。”他们这才记起耶稣的话，就从墓地回去，把所遇见的一切事向11使徒和其他的人报告。向使徒报告这一切的妇女，包括摩大拉的玛利亚、耶亚娜、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跟他们一起的妇女。可以使徒以为这些妇女胡说八道，没想到他们的话，彼得却起来，跑到墓地去，俯身探视墓穴，只看见那块麻纱，没有别的。于是他回去，对所有发生的事非常惊奇。阿们。Asyik melakukan amis usulan ni ilan noloka besar kalau ada bersepat isap saya dah kasi besar besar tu sir asyik pada kita ni ada dapatkan saya wai aroni ari follow hai riba yo kali halan di akan nuya pawayan ko ni patalaan ni apang si saya sampai yo ataira itakem maalaw ng rako ni ka pawah to no wali to no poklo na itakem sumur tatang rai awai maalaw ng rako tirang ng tapang si yes yo misabah kakak sang rai fahal sa iraku tapos ay tumireng itatihi ng ra matri kurikut na kuya tapos ay matalaw kuya pamahiyan sabah hinukog sa sang rai isra Pasal sa kuya tapos ay no iro mikirin
kamu tu maori pai kamu tahu itadang sau awai itu itini ulumata itu cindra maori nai patai kada kenen ko swala ningra ikawanan yo idira ikalili cindra saya cai kacaku mama paturus kap itira awai tamtau ma patsep I jutika ta sakatul agong aki ulang muas kap maori nai pakai saan kami han nangra idai maharatan ya pakian ko nanu swala di yesi cangran ta rias satu cangrato tadang binukai para to ini lemak makmir I cai ko sapau ani sapau ko cai sapau ni sapau atau rumah-rumah tamatau makmin ko ini para to ai itharokos ko ini tama chin mariano makutala aci ye yana atau ina ni Yakub si Maria atau rumah-rumah haklunga ni cingkaran papahian ni kau di ramah urat ko tarokos ngir tuya tu ini aswal sabat sai pasalin cangrat tu ini aswal nuya papahian ni kau di ramah saci tilu cemikai taikra itabrim hagakan saci amin nang dan uya ni sama anto kriu kiratun sapalut tu ko ikra ay sabak kak sa cangrat tu ini demak minogai amin 每天听到上个会的分享，非常的幸福。就是好友我邀请启光教会来为我们献诗去赞美上帝一种活着。如果是好友如果从启光教会百万的话，要感谢上的帮助，我可以来。 我
后，让这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还接下来邀请今天的讲员刚才在稍早的时候建议我们不要喊他宣教士、主牧师的身份如果待会有机会分享完毕之后，也可以直接称呼他的名讳，称呼他为慈力非常的高兴。所以这是第一个要跟各位分享。第二个很不好意思各位同工、各位姐妹弟兄，因为早晨刚才吕哲明牧师去做一个确认动作是为什么姐妹弟兄我看到1、2、3是因为很不好意思刚刚好有冷气，刚刚好的这个时刻坏掉，所以同时刚刚好的用手去扇它。好请容许兄弟来稍微介绍一下慈力姐妹她是澳洲人属于内地会的这样一个差会她来台湾大概在台湾工作大概有快20年的时间，目前是居住在屏东东港，A 杠屏台湾A 杠的 A 杠屏东的东港，所以在屏东东港干了10多年的服饰那他的对象服饰对象大部分是马来扎基，他是服饰对象是基层的劳工为主。早年的时候有服饰学生，你会发现台湾在服饰大专这一块非常蓬勃，以后神就引领他服饰走到像基层的劳工的这个阶层。所以在这些年来，他发展出一套从圣经来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就是传布道的方法，或是说传耶稣的方法，就是圣经故事布道法。那用圣经的故事跟人帮助人可以建立跟上帝的关系也透过圣经的故事传递非常棒的信息。那当然，许多人就因为听到慈力姐妹讲故事，因为相信耶稣。但我们可以请她来分享这个部分。所以在2年前，如果各位有机会去书房的话，在2年前她做了一本的书，叫做《发现圣经故事的力量》。那我相信在外面的招待所应该有摆设才对。在今年她会出一本叫做用生命浇灌生命的新书。通过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故事谢谢这边兄弟手边上有发现圣经故事的力量跟用生命浇灌生命。待会上会之后，在中午休息时刻，我们可以一起到外面的那个舞台，就是招待桌的部分一起来来欣赏来翻阅来读一读它所以这一次早晨在听他稍微分享过之后，发现真的是用生命浇灌生命这种传递耶稣的这个做法，正是他在南台湾这些年来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也是可以引领很多的姐妹弟兄来相信耶稣当然，今天早上的主题叫做耶稣与复活，我哋耶稣与马代。怎么样通过他生命浇灌生命这种分享圣经故事的这个作为，让人家去体会到耶稣已经复活在我们中间。所以这个时间我们交给我们的讲员慈力姐妹，谢谢。你们可能看到我认为我就是一个外国人，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可是我的感觉是今天我回家了，不是只是因为你们也是信徒，所以当然我们是家人，也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父母在台湾服侍原住民的教会23年。所以父母在屏东县市开始服侍排湾族。我也有一个原住民的名字，可能也是排湾话，我不知道。穆尼，这个是我的原住民的，不知道是不是排湾族，不知道。之后他们搬到台东了，
在台中过了4年，那个时代1979年，很多原住民开始离开老家，移民到台北，真的是移民，很不一样。我爸爸跟吕江才牧师，也有一些其他的牧师，他们很怕原住民来到台北，没有适合他们的教会，他们都分散离开了耶稣。所以2个家庭，可能也有别的家庭，他们来到台北，我们最后在台北差不多8年，9年。我父母